好，各位同學，今日我哋講一講雙仲永嘅課後問答。咁開始之前呢，咁我哋都要先總結一下雙仲永各段係講緊啲乜嘢嘅。咁首先喺第一段裡面呢，方仲永嘅身世呢就係被交代嘅，以及呢會記述咗佢5歲嘅時候所展現嘅非凡作詩能力，即係佢可以作到4句詩歌。後嚟佢嘅爸爸唔俾佢返學，帶住佢四處去表演嚟乞討錢財。喺第二段裏面，佢就記述咗方仲永慢慢失去咗自己嘅天賦才華，變成同普通人冇分別嘅經過。到最後一段呢，作者就通過方仲永嘅經歷呢，説明咗後天努力嘅重要，並勸誡人呢要努力學習。咁呢一部分嘅資料咧，應該就喺你嘅工作紙第2頁嘅。除此之外，我哋亦都要總結翻成個雙仲永嘅主旨。咁嚟到呢個咧，就係主旨方程式。正如喺課上裡面講咧，主旨方程式我哋主要分2個部分。第一部分咧就係記同埋描嘅嗰啲部分。咁今次呢個課文咧，主要就係記述人物嘅相關故事。第二部分咧，一係抒情，一係議論，而本文咧最主要咧就係説明道理嘅。所以喺呢個主旨裏面咧，我哋就會發現咧，其實呢篇文咧係通過方仲永嘅故事咧去説明咗一啲道理。咁方仲永嘅乜嘢故事咧？咁我哋要具體總結出嚟。方仲永嘅故事就係由一個神童變成一個普通人嘅故事。呢個故事説明咗，無論天賦幾叻，後天嘅學習先至係最重要嘅。有咗呢個基礎之後，我哋嘗試去整理一下課文裏面嘅內容，完成問答。喺第一條裏面，以下邊幾項係方仲永5歲嘅時候被認為係天才嘅原因？請各位同學留意，呢條問題呢係問佢成為天才嘅原因。因此，我哋嘗試逐個去解答。第一，佢5歲嘅時候就懂得文房四寶。喺第一段裡面，我哋見到咧，方仲永5歲嘅時候未常識書句，忽提求知，爸爸就幫佢借咗一紮文房四寶返嚟。咁但係呢個等唔等於佢成為天才呢？咁就唔等於嘅。第二部分，佢從未入學就能夠寫出4句詩。佢諗得作詩之後為詩歌命名，自為其名。最後佢嘅詩歌以奉養父母及團結族人為主題。咁喺文中裏面就係詩以養父母，修族為義。我哋不妨留意下第2、第3、第4句。第2、第3、第4句當出現咗之後，其實佢係正有一個香秀才觀之啦。咁呢個所以就證明咗佢嘅作品咧得到香秀才嘅認證。第二，自是子物作詩立奏，其文理皆有可觀者，亦都係呼應咗佢細個嘅時候作詩，就能夠點石成金啊，作詩成就啊等等呢啲嘅內容。因此咧，答案咧就係2、3、4呢3句咧就係答案啦。去到第二題，第二題問為什麼方仲永的父親不讓他讀書？方仲永嘅父親，我哋呢度有2分嘅答案。咁首先，方仲永嘅父親點解唔俾佢讀書呢？第一，我哋就要歸納佢爸爸嘅情況啦。佢嘅爸爸淨係重視眼前嘅利益。第二，佢做咗啲乜嘢令到方仲永讀唔到書呢？就係四處向同鄉嘅人咧求好處，結果咧就浪費咗佢讀書嘅時間啦。所以你作答嘅時候咧，必須要圍繞住唔俾佢讀書嘅原因，同埋唔俾佢讀書嘅情況去回答。所以呢度係佔2分。至於第三題，作者文末提到天資聰穎同資質平庸嘅2種人，如果都唔肯或者冇機會接受後天教育，會有啲乜嘢結果？咁我哋喺個表裏面咧，就要答返文中裏面話天資聰穎嘅人，如果接受唔到後天嘅教育，
會有咩結果？咁就係會變成一個普通嘅人。第二，天資平庸嘅人，如果冇機會接受後天嘅教育咧，就會連普通人都做唔到啦。咁所以咧，同學亦都嘗試下整理下自己嘅答案，睇下你能唔能夠答到呢啲嘢咯喎。第四題，承上題，即係先頭我哋見到嘅呢一個部分。我哋喺第四題裏面問，如果呢兩類人嘅結果，你明白到啲乜嘢道理？第一，我哋嘅關鍵不在於天賦。喺呢篇文章裏面，佢強調人嘅天賦並不是最成功嘅成功嘅最關鍵因素。第二，更重要嘅係後天嘅努力。所以你一定要答到兩個部分。第一就係你嘅道理係在，第一就係你人嘅成功不在於天賦。第二，最重要嘅因素係在於後天嘅努力。最後一題啦，呢一條咧就關乎兩篇文章嘅。咁一陣咧，我哋就關乎傷仲永同埋賣油翁兩個故事嘅。咁啊，兩篇故事咧都有直接説明道理嘅句子。咁啊，傷仲永嗰句咧，咁就係彼其受之天也，如此其言也，一直去到最尾，得為眾人而已耶。呢一句係用咗啲乜嘢借事説理嘅方法咧？首先佢記敘咗傷仲永嘅故事，最後就講出咗道理。所以咧，借事説理嘅方法就係先敘事後説理。至於賣油翁佢嗰句説話，直接説明道理嘅説話就係我亦無他，唯手熟爾。咁呢句説話咧，就係通過人物嘅説話，即係賣油翁講出嘅説話，講明咗道理啦。咁同學咧，可以利用呢個 PowerPoint 或者呢一段嘅片段咧，去對翻自己工作紙第2同第3頁嘅內容。